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嚟到6月份第一個禮拜嘅活潑的生命每週分享。今個禮拜咧，由我同大家咧去分享今日嘅經文咧。我哋繼續睇民數記，睇咗好耐啦，33章38至56節，主題咧係曠野嘅旅程與神嘅命令。同大家分享下呢段經文嘅背景。呢段經文嘅背景咧，講到喺以色列民裏邊咧，佢哋喺曠野漂流咗40年啦。以色列人咧將進入迦南地，呢個咧對於以色列歷史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喺民數記33章1至49節裏邊，摩西吩咐神嘅命令，摩西遵照神嘅命令，向嗰啲要參與迦南征戰嘅百姓，詳細咁樣回顧佢哋嘅旅程。咁樣做咧，讓到百姓知道或者記得神點樣喺曠野裏邊信實嘅帶領，藉此咧堅固佢哋嘅信心。之後咧喺50到56節，神頒布咗關於呢個要征服迦南嘅命令，亦都有帶住警告，係要以色列人順服神嘅命令，能夠咧喺戰爭裏邊取得勝利。呢一場同迦南民族嘅爭戰，唔單止係軍事上，其實更重要嘅係喺屬靈上面考驗以色列人對神嘅信心同埋順服嘅操練。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嘅經文啦。經文嘅內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後40年5月初1日，祭司亞倫遵着耶和華的吩咐上何烈山，就死在那裏。亞倫死在何烈山的時候，年123歲。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來了，以色列人從何珥山起行，安營在撒摩拿；從撒摩拿起行，安營在普亂；從普亂起行，安營在亞伯；從亞伯起行，安營在以耶亞巴林，摩押的邊界；從以耶亞巴林起行，安營在底本加得；從底本加得起行，安營在亞門底比拉太陰；從亞門底比拉太陰起行，安營在尼波對面的亞巴琳山裏；從亞巴琳山起行，安營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他們在摩押平原沿約旦河邊安營，從伯耶斯末直到亞伯十亭。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就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滅絕他們一切鑿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偶像，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你們要奪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你們要按家室拈鬮，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拈出何地給何人，就要歸何人。你們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們不趕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們眼中的刺，勒下的荊棘，也必在你們所住的地上擾害你們。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樣待他們，也必照樣待你們。今日嘅經文呢，好詳細，裏面講到以色列人按住神嘅帶領，一站一站越行越接近佢哋要去進入迦南嘅地方。我哋先嚟喺經文裏邊有兩個嘅觀察。第一個，以色列人呢喺出埃及第40年5月1日發生咩事呢？佢哋喺旅程結束嘅時候係點呢？38節講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40年之後5月初1，祭司亞倫就照住耶和華嘅吩咐上何珥山，然之後呢，亞倫就喺嗰度離開呢個世界。跟住去到48節，喺神嘅一步一步帶領呢班以色列人準備真係進入迦南啦，就由佢哋嘅
喺當時嘅地方，一路去到最後就係約旦河邊耶利哥嘅對面。如果你記得，跟住佢哋進入迦南就係去到耶利哥，就係佢哋嘅第一站。而即將進入迦南地，神同呢班百姓下達咗個咩命令呢？52至54節裏邊咧提到幾樣嘢嘅。第一，52節講到佢哋要趕出當地嘅居民，毀滅佢哋嘅作成嘅石像，即係偶像，即係話亦都係佢哋嘅外邦嘅信仰嘅象徵，要拆毀佢哋嘅邱壇。喺信仰上，佢哋要同佢哋去分別。而跟住佢哋要奪得落嗰個地方咧，佢就會可以攞到當嗰個地神賜俾佢哋為業嘅地。而跟住佢哋亦都按住上帝嘅帶領咧，去拈鬮佢哋點樣去分嗰啲嘅地。所以咧，呢度包括佢哋要進入嗰個地方，要拆毀佢哋嘅偶像，趕出佢哋嘅居民，然後承受嗰個地為業。喺以色列人40年嘅曠野生活之後，佢哋即將要進入迦南啦。喺曠野裏邊，神藉住嗎哪雲柱火柱帶領佢哋。今日佢哋要點啊？佢哋要真真正正進入應許之地。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哋要學習順服、信靠神。有啲咩提醒呢？對我哋今日，我咧諗起一句嘅説話，叫做入世而不屬世嘅生命。以色列人離開曠野，進入迦南。曠野可以話係神對佢哋嘅磨練或者操練。佢哋要學習順服神啦，佢哋要學習跟隨神嘅腳步，以免佢哋喺曠野走迷走失啦。看似係艱難，但係其實係神對佢哋嘅操練。而當佢哋喺經過嗰啲40年，神話準備好啦，佢哋要進入迦南。迦南就係佢哋真真正正要開展去領受神為俾佢哋賜俾佢哋為業嘅嗰個地方，真正嘅生活開始啦。但係唔容易喎，因為佢哋面對嘅係咩啊？就係外邦嘅文化、外邦嘅民族、外邦對佢哋嘅衝擊。我諗起呢句説話，入世而不屬世係咩意思呢？我又想起兩首嘅詩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一首詩歌咧叫做《這是天父世界》，講到呢個世界咧係神創造嘅，一切都係好嘅，彷彿咧我哋要擁抱呢個世界。但係有另一首詩歌好得意喎，佢個名叫做《這世界非我家》，佢就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唔係我哋嘅屋企。我哋同呢個世界係有分別，咁到底我哋要愛世界啊，定係同呢個世界有分別呢？好似咧呢個咧充滿住吊詭對立或者叫張力。冇錯，其實基督徒嘅生命就係入世而不屬世，係咩意思呢？入世意思係我哋要積極參與世界嘅工作，因為係神放我哋喺呢個世界。我哋參與世界工作、生活、社會嘅事務，正如耶穌基督，佢道成肉身都係嚟到呢個世界，佢係同我哋同行，為人服務，去實踐呢個真理。我哋要進入呢個世界，但係我哋又同時間要知道，我哋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即係話我哋嘅身份、我哋嘅歸宿係天上面嘅，我哋唔可以用世界嘅標準，我哋反而係要用神天國嘅標準嚟到衡量呢個世界事物，唔俾呢個世界嘅價值觀所捆綁。所以今日我哋要學習入世而不屬世，意思就係既要積極活在今世，要貼地，但係又要對呢個他世，即係永生、永恆嘅國度、永恆嘅生命，有一份嘅渴望同追隨，即係我哋又要唔可以即係完全俾呢個世界所同化，入世而不屬世。我諗起另一句喺新約嘅經文，
我覺得呢段經文咧，好代表到我哋點樣真係能夠入世而不屬世呢？羅馬書12章2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要心意更新變化，去察驗何為神嘅善良、純全、可喜悅嘅旨意。所以今日可能我哋信咗耶穌也好，或者我哋點都好，我哋仍然要工作，仍然有我哋嘅家庭，我哋仍然會喺世界上面，我哋會參與世界唔同嘅事務。我哋係同信主又好，未信主又好嘅人係一齊同行。但係我哋點樣又喺呢個同行嘅裏邊展示到一種心意更新變化嘅生命呢？係要去察驗，或者我哋要展示神嘅善良、純全、喜悅嘅旨意。舉一個例子啦，就好似我哋喺工作裏邊，我哋唔可以話我哋係基督徒啊，所以我哋咧唔使跟世界嗰套，可能我哋都要努力工作，喺工作裏邊咧要好嘅見證，都要按住呢個社會俾我哋可能嗰啲嘅工作嘅倫理啊、法例去做啊。但係去到某啲嘅情況，我哋係要有一種基督徒嘅分別，就係可能我哋有一啲嘅標準，我哋比呢個世界要更高，或者有啲標準甚至同呢個世界係有稍為嘅分別，係因為聖經係更重要嘅標準，讓人見到我哋唔僅係生活喺世界裏邊可能我哋工作做得好好，但係我哋冇見證，所以係唔容易嘅。希望今日呢段經文都俾我哋有呢個嘅學習同提醒。結束嘅時候分享多次今日呢段經文裏邊其中一句嘅說話。當日嘅以色列民，佢哋要順服上帝，去分別為聖。民數記33章52節，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毀滅他們一切作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偶像，又要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我哋係一個分別為聖、入世而不屬世嘅屬靈群體，希望我哋一齊努力活出一個活潑嘅生命。